我安尼行过变动的时代。林文辉，我1922年出世伫打狗的地家店小市村，老爸为着趁食，结婚后就去爪哇的首都巴达比亚经商。老母因为要配合，就去台南医院散步补习班讲师，摕到做产师的执照了后，我6岁时才带我弟弟离开6年的老爸。我的囡仔时代。我当初到巴达比亚的时是6岁，我的阿母甲32年的阿爸志明是大暗的欢喜，小家庭来团圆。对我来讲，无法来亲近操见的老爸。当时阿母差要倒转去台湾，透早起来就走去附近伫街路中门的桥顶，看再会细只船伫下面在行，无要转去厝。所以就连续几若日条，爸母来带我转去。阿母也是做产事，阿爸是经商伫外面，老母认地饲所，所以常在做伙出门，剩我一个留踮厝内，袂放心，所以说我踮房间内等家因转来，正房拢踮内底。渐渐惯习了后，也甲在地囡仔做伙去外面佚佗，放风吹、鱼珠仔、车竹马，逐日都真无闲。讲到放风吹，真趣味，玻璃片都幼幼，亲像白粉，掺一寡树脂甲水做伙，加热火滚，加树脂油料，甲玻璃粉雕蜡，互焦匀，然后规球弹落去。匀匀啊流线，就玻璃粉连地线，到点树枝，中间拍一个啊就搭，用这个线帮风吹，向别个风吹调整相拍，输的这边线长，风吹就伫空中飘落地。转来台湾了后，到即马也袂捌看见有这种风吹的耍法。暗顿食饱后，就偷走出去，甲在地囡仔规定坐免钱的空马车去人地区，因为马市无载人客，无法去，惊妨害到交通。其中一个囡仔的老爸开面小食店，晚上就去食免费，食了就去露天便影院看电影，差不多有人时无人日，政府逐年等我转来，一入门。就掠锤仔甲我拍，阿母拢甲我来接，靠后的嘛是照常去。伫日本殖民统治下，阮算做日本籍。当其时伫巴达比亚干搭一间日本人小学校，设伫日本领事馆内面，全校学生不过是20多人。我这班是男2个，女2个，真新鲜。学校亲像托儿所。中昼就放学，倒来厝，逐日甲在地囡仔佚佗。顿顿以外拢是伫外面，常在到暗时8、9点才转来。养父的眼中，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囡仔，不是互老爸修理。伫这种情形下，袂放心拖落来顾着囡仔将来，所以我12岁小学4年时。老爸就决心托人带我转来台湾。一旦伫月台就车要离开的时，对窗仔看到老母依依不舍、伤心满面、目屎淅淅流的身影，如离如分到看袂到的时，我就禁袂住忽然哭出来。家住伫台南市苏院的亲情兜，这个离开爸母过着孤单的生活，实在艰苦。伫这个新环境，我真袂惯势，心内少年阿母真不准，忍袂住就流目屎。有时阵叫我爱厝子的独这外的囡仔，然后掠做我无愿意，了伫拍呼号。顿到的时，若较青草有猪肉的时，就讲我毋敢食，我看为好大家己来食。因为安尼，无偌久我就走去母姨的厝住。老母知影消息，就赶紧对巴达菲亚坐船转来，搁带去原位。
后来文凯即下带我为巴达菲亚坐船经过半个月到台南市，就转至南门小学校4年级。文凯即下就随时买制服、日用品、上课用具、册包、教科书、运动服等等，伊也无了解，随便买。有一日上体操课的时，就我穿运动裤，睇袂知逐个掠我顶顶上。其中一个我来抽我的运动裤旗，抽一个放一个，讲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大家大声笑出来。后来才知影，原来迄条裤是女性用的，裤旗有车像哩大，所以话说着，无怪互人笑甲遐大声。透早上课就行潜水艇，即马叫做青年路，西大庆公园。即马叫做民生乐园，经过孔子庙到学校大约25分。拄啊转学上课的时，唔知安怎全身日日准，喙齿阁无停，身躯皮皮喘，一直寒起来。库拉哈纳老师嘛是急主任，掠做我是南洋囡仔加盘，就叫去走廊拍子，总是也无效。落过手，才知我是患着马拉利亚患热病。有一年全家出外，我一个留伫读册，拄久无注意，把放伫桌骹的石桶踢倒，惨啦！规个石桶淹倒伫涂骹，赶紧对外面毋知不偌济摆刷来诉求好打，听一个毋知流偌济唱歌，全家人倒来。一进门就闻到臭石破味，互我惊甲破胆。若拄着拜六，就倒去伫家爹过暝看外妈，因为伊真疼我。上大时就带较久。外妈过身了后，有时赤梦仔也是透早3点起来买猪屎做家己的所费。阿嬷嘛比例会互我钱，即马无好意思无依靠。让他安尼做。中学1年受洗礼，考入台南二中，现在一中了后，当时我1年级正住伫学寮，有时拜六招表小弟上届都去找母姨住一下，才转来宿舍。要倒去家庭半途，经过死树仔，到原里长老教报道所。顺便看礼拜的精神，第一摆接触到礼拜的气氛，无偌久也熟悉王成武牧师，当时是叛道，伊渐渐了解我是一个离开时大人，孤单小留学生。有一日上大时，就叫我住报道所，所以也无客气住落去2礼拜。看到王牧师甲牧师娘的认真侍奉的生活。互我对上帝有一点仔认识，看大家彼此相听，互我体会到，这也未保照我心内的空虚甲孤单，然后感觉无形中有上帝的灵渐渐接近。有一日，王成武牧师就叫我受洗礼，一声就答应去台南市太平正教会接受施坤平牧师的洗礼。突然间，感觉变做另外一个人。重新认识家己，再鼓励家己。这个时阵，才想到前阿母啊伫喙里念的赞美歌，就是359、404、463首。搁我爱念的赞美歌200个、273首。无论悲伤欢喜的时，常常用赞美歌来安慰家己。伫我孤单无援的生活中，你知增加我偌济气力甲勇气来影响我一生的行踏。中学1年级时，读到一句名言，一句讲：很难就他妈的事。英文翻作 Adversity makes man wise。迄伫弟弟我脑内，回家探亲，当小留学生已经有4年久，真心问厝的人，伫中学2年级的时，小大要接近，以心连心，老母叫我去探亲。伫花市倒袂赴的时，随时款旋律，坐船过海需要半个月，一日亲像
婚礼4年才3天，看到老母失刹那，欢喜甲无法形容。拄拄到厝去中昼，老母亲手用鸡卵皮到入饼，搁饼鸡肉，真正是满满的滋味，实在思念大久。阮老母因为做善事，家产负责先一个婴仔着往进10日，大婴仔洗身躯，所以常常叫我做伴。坐列车经过青翠的高坡，伫车内就问我4年来的生活情形，有时笑，有时哭，真正是母囝亲情的100度，互我满身体会到母囝温暖的滋味。伫厝内，老爸无因为着生理跑歌，真少有机会做伙。小大期间虽然有2个月，往来坐船靠1个月，只有剩1个月。学校的小弟也表采集实物资料，备做大的标本，所以也真无用。老母等机会到我回国前1日，老爸因为业务去新加坡无伫咧，只有母囝7个翕家族纪念相。想袂到这才做我甲老母的永别相。晴天霹雳，中学时代对印尼寄来的批，拢是老母写。3年的时，伫学校接到对印尼订机票的批，真欢喜。利用中昼小困时间，骑脚踏车去银行开批提出机票办领钱的手续。利用等候的时间开批一个看，才知是老爸亲笔写的，就感觉奇怪。读入去才知影，老母因为1个月前提出北来的胎儿病情严重恶化。就过身，读到这个消息，突然眼前变黑暗。理想实际做一个来，无管银行公众场所，顶袂条大声口，连银行小姐叫会写也毋知。了着治了后，一直骑车靠无停，到宿舍咱陪大哭，连厝主听到也甲我做伙哭，失去方向甲目标，今后毋知要怎样。连学校也欠课几难日。小弟小妹回台，2年后，老爸事业无用，为看伫囡仔鼻骹半手。当时对囡仔教育实相，伫我拄啊升5年级的时，就托文凯姐带转来4个弟妹，娜娜、丽丽、敏敏，当常寄宿伫阿伯的厝。当时阿伯的厝做共产机车行，温馨经营，全家人拢住做伙，出入人真多。规间厝暗明蒙，3个小妹住一间，拢在饲沙某，看着真不忍心。后来拜托阿伯，互4个弟妹搬去隔壁仓库住，因为大妹娜娜每年就需要考国语，大妹有领导的作用。所以无论怎样，一定爱考着，因为印尼的小学的程度太低，做大哥需要负起责任来加强为大妹补习功课，实在也真可怜。大妹老母哪好，第2果然考入台南第2高女，互我放落这条烦恼的心，因为我毕业了后就要离开台湾，只是好好照顾伊。大妹做带头作用，袂当安顿落来。我牺牲淡薄，嘛有记得。赴日留学，看到日本殖民统治下，台湾人受轻视的痛苦生活，拢袂条踮台湾住落去。1940年自中毕业了后，随时决心要去日本留学。无管我当何人真意外反对，尤其是听我要去Tokyo，佫较特别主动，因为当时去Tokyo留学的部分拢变歹囡仔。如果我无识字，连续请求3摆，才免让准我去，所以就甲异国者做伙坐船，经过2暝3日，才到古北。随时去捡到长大医大有考的考试，是考生的领兵。了后就甲下地车去人地市所的Tokyo市，找到理想的房顶，头前一条木造的桥，
下面有清清的溪水，声音配合起来，造出大自然的音乐声，真介意。处处有艺术要做，但是在阮时代原来的就顾着做，但是看来看去，较找也袂比这点较好。第三摆搁去拜托的是，才知原来正宗的台湾囡仔无守规矩，饮酒讲我转来，所以对台湾囡仔无好讲。我就讲日本囡仔点无歹囡仔，无安尼，你做我2月节，若袂使，阮就自动搬出。大落去了后，无几个无偌久厝寄来白糖。当时战争中，伫日本是非常稀罕，我就送出一包糖，一切态度改变，以后顺利互阮带落去1年久。这中间，阮就真认真去日前补习班上课，下课了就参加后文社的通信补习，真正拍拼读册。寒天就换被，热天就踮网搭来用册做枕头。安尼1年后就考到旧济有人话高等学校甲鲁迅有考2间学校，也洗清处处对台湾囡仔的错误看法。真顺利高等学校毕业了，就考入Tokyo帝国大学医科，是1943年7月，只有一班40个台湾囡仔有老早讲，你着伫特警房甲我死的命拼，考入日本的这个学府。甲问真正是欢喜。读册民族意识。1941年12月初8，日本其实真自愿引起第2次世界大战，因为中日战争1937年就开始。当时台湾青年读册民族意识，以至相当的人有时间就组织当台湾的将来。迄阵，阮也有4、5个医科学生去新竹区的美心餐厅，车带陪伙先生来甲阮北行去。听课的中间，伊常常讲日本一定会战赢。我一听就感觉伊的看法有偏差。无偌久，也有台湾志愿兵出现。大学2年的时，有一位跳到北大医科的学生，目标号去中田参加抗日的战争。当时留日台湾青年中间引起大轰动，互阮读册，所以日本投降了后，拢三济回国。落兰受抓，因为1946年底转来台湾，搁在转学证件无全做理由，无管有同学来作证，杜聪明医学院长准我转入上年级，结果我慢1年。1948年才毕业。1947年228事件发生了后，我就互学生选做医学院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。一站治安真乱的时，阮几个学生也参加读册会。后来家己想，为什么受白色恐怖的连累？第一，因为我出世伫非常动乱的时代，我是留一个知识分子。第二，228事件后，政府非常敏感青年的动向。第三，因为我当医学院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。第四，刊证不法，政府特别加强注意青年的行动。第五，政府把阮遮的当作咱重点。伫这种情形下，我正做是先者之一，所以受连累，随便判。参加叛乱组织，判7年有期徒刑。洛兰辉小岛，1950年10月30日，伫基山分院受抓，就随时带我去基山分局，然后摕一张大约有30个名单互我看，问我有捌几个，我就讲2捌半个。安尼就用车带我再去凤山警察局，拢无姓问，单独一人拐伫毒房。5日后，就暗时一人带我坐火车去台北县警总队，搁去保安处，最后到军法处，才受判有期徒刑7年。中间我的负责人非常辛苦，探听我的所在，每日送饭菜来保持我的健康。
夫妇原来真受感动。有一摆受送到新店看守所，拄啊到无10分，我的负责人就摕动菜来，当作要天发真钦佩。互因送去火烧岛后，我的负责人每年带2岁外的查某囝，跋山过海，经过3小时的海燕来见面。后来我期末要转来，经过3点钟，点进来吐20摆，才知负责人当时的辛苦。当时绿岛是无电火，只有用电土发电火，所以煤气根本无啥作用。带囡仔行动真无方便，搁再为囡仔便气着负心大，真正是麻烦极大。我的负责人克服困难，只有来灭火6摆，后来才知渡过海的艰苦。阮受伤来到绿岛新生奋斗处。无偌久，1950年5月韩战爆发，局势非常不安的时，每一人看家己的性命当作风尘的垃圾，完全无保障。伫这种情形下，逐一的生活是非常苦闷甲忧郁。逐日着对海花掘100多公斤刺条条的工石，着加将头的工石花，两人光甲皮皮喘来贴做树瓦，2公尺悬。野地拢围起来，要防止阮头走嘛，真好笑。对本岛若运来粮食100多公斤，也着2人扛一袋。对燃料到野地3公里就头路，大粒瓜、小粒瓜扛到野地，读册人变做劳动者，真正食袂消。人的性命得着一只狗车，真是悲惨世代。逐日着受思想教育。有国父为教，就是三民主义。毛泽东批判中国革命史，双毛在中国顶顶科目，也分小组来讨论，算作用这个方法来教你洗脑，控制你的思想。生活真紧张，除了做医生服务以外，每日苦工，爬山割茅草，有时错树做笨搭，是无法免掉。上帝的疼。自从失去自由了后，我的负责人摕一本白话字圣经，互我做伴，惊我踮家乐中生活打扫无味，互我得到肉体的安静，甲心灵上创伤的医治。这本圣经对我有真大的帮助。这2年来有一个黑暗，上帝慢慢甲我透开。受起这半生因为满腹的热情。为国家民族设想，总是这款的下场。安尼落去，这毋是白费我一生吗？伫苦闷中挣扎一段时间，看到一则圣经：人出生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。马可8章45节，因为真主教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。保险伊的性命来赎回最人，所以着像果子若成熟，才会吸引人。同款人若要成熟，需要有温柔和蔼甲贴心，才会进入成熟的阶段，才会受人采用。想到这点，渐渐心情开拓，互我有一个决定，唔通浪费这段时间，好好保养身体，认真读圣经，充实家己。设手术部差不多来到绿岛，也经过将近2年。有一日，男友人手动提起，讲我是一个外科医生，若万一男友发生毛肠炎，怎有办法处理？突然叫请我为这事认真去思考，我才想到这件代志真重要，所以决心试探馆长的意思。就虽然伫孤岛气候恶劣，准天灾的时，发生急性毛肠炎要安怎？伊我就问我若有法度手术，就要准备。叫我提出所需要的机械甲备品的目标，开始准备设立手术部。真欢喜会当拄起男友对毛肠炎所受的性命威胁，真拄好并用也交备。这道车以外，第一座就是妇产科医师王定秋，第二座就是所有片皮科医师，
第三组手是吴保定皮肤科医师，另外一位吴兴林眼科医师等护士长，负责手术中管理一切细部消毒处理。这款阵容伫大学病院野生一流中的一流。伫遮尔偏僻落伍的所在要做大手术，实在一点都无看头，心内非常不安。总是要紧的事却也到啦。第一位患者来诊察是非常慎重检查，结果诊断决定是急性膜肠炎，随时准备手术。头一摆的手术大家真紧张，但是我颠倒较冷静，因为心内祈祷上帝，互我受起受测验的智慧教，也过正常的心。上帝赐我勇气甲智慧来完成这件事。手术一切顺利。入院头一暝主营养社无偌久就发着体寒一直准，感谢主，主体在写了后，连鼻就在夜体，安尼第一暝平静过，一礼拜顺利放线，算做完成任务。互阮医务人员，今后搁较有勇气来担当这项事。以后3年中间，就也手术室的膜肠炎，互我搁较体会到互人采用的喜乐感。期末暑假离开绿岛，太太已经伫新港要来接我。当然，就事先有保证人才会当出假，若无免想，要等到有才要准离出。看到离开7年的外界，感觉非常懵呀。第二坐公路车，电路走，倒边太平洋，正边青翠的山坡，展开大自然美丽的一幅图。突然，互我心情快快，但是因为一幅图甲伫绿岛所受的感觉有天渊之别。为着要弥补7年的空白，心情急要去医院实习，真欢喜带外科医院要叫我去当副院长。虽然受院长的照顾，总是无法稳定我是被失恐怖受掠的人，所以无形中互人亲视搁惊吓。伫公山开接选医的时，搁较增加着务人员的监视甲注意。无管怎样，我只有渐渐来开始踏出外科医生的生活。我的开业原则，医生是属于特殊阶级，是属于边缘的人。日康自古照顾着天比。开业第一日就发生大挑战。一开门就一位未出过的患者互人再来，是公山一位来考病医，高端无医生介绍，病情严重，需要手术。我的病院只有一位护士，器械也无招备，若拒绝，一定影响将来。进退两难的时，随时应变。决定对公山医院请外科护士长，以及救援不足的器械。另外，请我的舅仔高副产科医师高国明，搁加我的负责人来当助手。虽然真紧张，手术前祈祷求上帝看顾这摆手术成功，感谢上帝，为这度手术一切顺利。原来安尼，手术后第4日，病人头早起剃头。甲我过去伫别间病院带过病人的精神拢无同。袂相信太会遮尔顺遂，所以开业就无定时看病，随时应患者的方便。细听大听的治疗，拢我院长亲身动手，无叫别人来替。需要 X 光检查时，我就亲身对去，所以患者有安心甲信任感。无偌久，病院的业务也就轨道，患者也增加。看到安尼。罗部长也来3摆劝诱我参加特约病院，因为当时罗部长甲特约医院两方时常发生不愉快的代志，例如讲有介绍，还是医药费支付拢未大方拒水。有一个故事发生伫我身上，一位朋友对我讲：“老兄，你无像某医生用钱，还是车道拜托司机载患者来，你做安尼真妙。”然后过一段时间了后，佮讲老兄，你毋通遮尔客气啦，
人怎样做就学因好啦。到过一站又讲老声，你实在成功。世间无人像你安尼，每提钱互你趁，你唔趁，这表示世上的变化。总是头尾一贯拢坚持我的作风，这才是我心安理得的做法。但是患者出自工课无用，在概念认之下，虽然表面上自由，每回有一张批，爱你写生活的精神，对社会感想，连我大月日着务人员来探访，心情太会得到轻松，连到回望打几礼拜。概念解读了后，那像光明照伫头前，新鲜也快快，亲像被地线砍的大地石头那无去，就开始恢复去教会参加礼拜，渐渐习惯了后，就参加早祷会及被位置圣经。对母地的决策，想起1895年为甲午战争。清朝甲台湾割予日本，受殖民统治50年。到1946年，中国国民政府，尤其是49年对中国岛命来台湾的国民党原来政权压迫下，经过将近50年，咱无法度公开使用家己的武器。真假在有心的先人，为着保留武器，用种种方法，亲像刮式、大式、布袋式、广告。三国志、山北烟台、拿刀子等等，也是拍军卫膏药的方法，来保存咱的武器。台南二中，即马是台南一中，在学中先辈就念地震只上课时间以外，当学生唔准讲日语，一定要讲武器。若无，随时就提前去课后面，徛点中午上得先位列，一句来一句去来质问。若答案无拄好，就甲你拍，甲你踢，迄种气氛真是紧张搁惊吓。先辈用心计较来保留咱的武器。清廷会伫日本军国主义甲国民党压迫的压迫下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要久无失志，无回心，有哪用武器伫当道，保留咱爸母话的命脉到现在。即是伫教会也无管国民党的禁止，看罗马字的圣经，也继续发传教会公布，来教育毋捌汉字的人写、学、讲，真用心，互武体并通袂记得。讲到武体，实在真文雅又美，也真文学。譬如讲，白雪雪、星星好、苦地地、水当当、屁屁喘、海海参。古有百文，例如少年人袂晓想，食老毋食样，细汉头板厨，大汉头牵牛，大骹打白稳，细骹加软笋。可见古早人毋通甲查某囡仔目骹。需要汉字代替圣经。为弟弟读中学的时，常常去教会礼拜，牧师拢嘛用武体。所读的圣经是罗马字圣经，阮伫学校所看是日本册，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教育，哪有法度学习武体？只有伫教会免种听牧师讲道以外，是无正式来读武体。但大日常生活中有几句讲来讲去哪行，大部分拢是用日语，所以真感觉奇怪，哪会无汉字代替圣经？只有看到罗马字圣经，感觉真不可思议。到外来国民党统治下，台湾教会被逼拢着改用北京字圣经，更加增加了解困难。因为突然进入华帝时代，若袂晓听讲读，也袂晓写，太袂了解圣经的意思，忽然踏入暗漠薄的环境，唔知安怎才好。这种文化的剥离甲断绝，是阮这时代的一大痛苦。佮较感觉有需要一本代替汉字圣经。汉字武体才有亲切感。想到130年前，当时宣教师受派对 Canada 来台湾，地步教师来学当地的语言，
McKay 牧师所拄到的真情。台湾教会公布196期有安尼写，新听到的字拢记起来，字句也紧增加。无较好的字典，每认捌一字的意义，常常就费所小时。伫这种困苦的情形下，所编写的罗马字圣经已经也使用100多年久，总是外国字是豆菜地邮字所写的。咱兼无该有本地汉字本的圣经通看，互咱更较袂有亲密感甲亲切感。感谢上帝赐我智慧，甲开力13年前逐日参加早祷会，读罗马字圣经，真的切感觉需要一本汉字代替圣经。迄阵读以赛亚书6章8节，我伫遮通找我，搁读到一句马可10章45节，因为真主教论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我就心知一动。求上帝赐我智慧甲开力来翻写汉字代替圣经。后来哪写哪有精神，生活也充满充实感。时常写到半暝1、2点也未夜深，才知上帝是接纳我这号工课。虽然有一寡罗马字，手提字典先来显示，也着找到有字。真正体会到当时 George Wesley McKay 牧师为着一字，常常费所小时的困境。我人在几摆拄着困难，写袂出字的时，就想无应该打遮尔重的担来艰苦。我本是一个读医学的，并是受过神学教育的。当初人是一股释放的心，就知有几摆想要放弃这个事工。总是后来经过6年外的耐心，才写了120万字新旧约。华西打出本土化意识。自华西1996年2月初日，台湾400年来头一本代替汉字本圣经，甲大家三见面。搁较华西同年2月23日，400年来台湾第一任民选总统也出现。这两项侮辱方式出现，是一件大事。前者保持台湾人的灵魂、武力甲文化，后者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几十年来，败复伫达人心内的本土化意识，用本土特有的武力发出咱的声声，为中华武力教育来恢复台湾人的认同、尊严甲自信心，搁互人认识台湾人已经勇敢踏出一大步。13年前，我新翻写圣经的时，对厝内人拢唔敢讲出，听了半途作废，引起人批笑，也有人讲，哪着做这种梦事？家己想，我的日子唔知还有偌久，留心支持来荣耀上帝。利益世人是我心所愿。我虽然是自由身，如果伫外来政权的统治下，随时都有性命的危险。1991年，圣经公会副总干事李元芳牧师得到消息，在我翻写代替汉字圣经。虽然另外有一位长老也有写，但是感查结果决定采用我的原稿。然后来南部要求诗篇一部分原稿，伫台湾教会公报社也编出精简一部分。1992年11月12日，圣经公会总干事赖俊明牧师、副总干事李元芳牧师两位牧师来函写，请公山教会李不耀牧师甲牧师娘入会，两方签合约书了后。全部新旧约圣经原稿押印交予圣经公会总干事。签约的时，总干事有提起我需要心理标件时，因为对上帝事奉就白白献出，所以都是无条件奉献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当然，一个人出世的所在甲时代是无法大致来决定。伫生命每一个阶段经过中，往往无一定感受到是伫经历时代的大变动。虽然也当有少年英雄的志向，回想家己的一生，我的生命确实甲时代有密切的关联。时代的波浪冲击我的人生，锻炼我最多，但我家己也有坚守的意志甲原则。
虽然时代的伤者亲戚伫我浅薄的性命，当然也流露伤痕累累。踮伫人生这个阶段，拆伤甲悲愤渐渐变做对生命的敬畏甲感激。伫要结束以前，提出几点情愿影响我、帮助我的力量，这也是我一生宝贵的资产。老母对我的疼，值得信任的扶持甲倚靠。最低在07年生的责任甲任务，对台湾乡土永无变的深厚感情。我的负责人忠贞无变的夫妻婚情，一生军队无烧火，相听甲照顾。我俩出心是要找应人，是要互人找应，做一个自我勉励。完。